教育部一档拨2亿5千万提供学生囡仔生理用品实施2档路，问题是阁未少。有性别团体就呼吁讲，会当来参考文化部针对16岁到22岁的查某囡仔，逐个月发1200点的月经费，互因家己去买生理用品。以我自己为例，我每月要使用约170元的卫生棉，吃掉90元的止痛药。经期需求不应该以贫穷线来划分。重视环境带来经济负担，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续成员，台大学生邵淑虎讲，教育部自03年起推动大专弱势学生做学计划，爱纳入生理用品，不过指无清楚正做细节。在中小学也是自03年8月起，教育部推动免费多元生理用品计划，部分县市也提供临时免费生理用品的措施。发放生理用品给不利处境学生，可能会造成标签化的效果。还有呢，生理用品还是非常的不多元，那定点取用也很不方便。性平团体甲立委表示，这型面出现生理用品缺少选择性、标签化作用，月经平权不应该是救助。台湾被甲囡仔行动联盟搁一摆提出月经费政策，针对16到22岁女性发1200点月经费，作为生理用品消费抵扣来使用。希望从现在的补助，然后慢慢的可以走向普及到平权。对我们来说，16岁的女孩她其实已经是有自主权了，她可以完完全全的为自己做主。目前我们确实是聚焦在所谓的贫穷对象身上的一个物质的一个提供，所以我想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再做一些审慎的评估。月经费应提供经济补贴，搁确保查某囡仔身体自主权甲多元选择。到月时阵，要民众伫公共政策平台提限，短短4天就5000人连署。卫福部表示，尊重甲认同月经费的方向，会审慎评估，搁伫11月16时阵回应提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